嘛？你要去哪嘛？我出去散散步，晒晒太阳。前几天呐，爸偷跑出去，还好邻居看到了，才把他给带回来的。爸，你没事吧？我上厕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叫张旺，33年3月12号生在洛阳。我很想要问外公，像这样子，什么都忘记了，是不是比较快乐？你老早就想要把外公这个包袱丢掉。对，你在说什么啊？包袱，我跟外公都是你的包袱，你现在还要把什么东西丢给我？你要不要列个清单啊你？讨厌你！我讨厌外公，我讨厌这个家。他爸都舍不得打他，你是谁呀？现在的我似乎不得不承认，我已经失去他了。没有不记得你，他只是想不起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喜来呢个节目。哇，今日图的你个乡亲朋友咧卖票戏剧场看戏，加讲解假比死讲，你係乜嘅戲出，又係乜嘅內容，其實做得去看戲，大家咧分享你點解裏邊，伊開始咧繞牆嘅戲，掠出去地圖嘅冉冉李少克分享。大家好，我係李少杰，我係外公的咖啡時光嘅妍妍。耶，分享天然嘅繞牆嘅，強然係地圖嘅冉冉係呢個李清修分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李成雄，大家好。耶，今日真年輕歡喜，都在看到亮傻的都亞片這樣的組合，在這邊跟在客台是第一次哎，第一擺。真嘅，因為陳翔喺客家天師有青島嘅戲出，大家可能都點，不過基本因為最後呢帶得很滿，我演唔出來係嘛？我只可能目睹聽聽。我看我嘅眼神跟應該演得出來。要上一個圖才好。對，然後少傑是在烏陰天裡面有很精彩的演出，不過基本你看到有叫很深的劉海，阿哥有青苔嘅最後呢，所以我只看到眼睛。不過這保持一點神秘感，不過從大家的分享就會哇，這兩個其實係。家啲客家天師台嘅戲劇，我哋看到嘅演員，唔過今日嚟到亞片係同大家嘅分享嘅舞台劇，好棒哦！我覺得一個演員可以做戲做的演舞台劇，這是一件雖然好像是跨界，可是這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不過一開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要來看戲了。先來陪大家來宣傳一下，演出的時間咧，7月嘅9號、10號喺台中嘅中山堂，8月嘅13號喺高雄嘅威武陽國劇院，國劇院。我覺得少傑，你剛剛那樣我好棒，我還以為你那個是相聲，有沒有？就是你知道豆棚有沒有？中山堂，中山堂，威武陽國劇院，對，助理主持。對，所以其實。這個是今年的首演對嗎？應該做得應該按照嚟講，吼，古說真正係有像所有嘅觀眾朋友，哈，係講你真正有興趣也好，冇興趣也好，你還是要買票，對不對？我們要希望我們的這個朋友們，其實要漸漸的習慣買票進劇場去看戲，對不對？哈，因為真的以前大家看戲的時候很習慣，就是瞄屏前面大家就5、4千呢。對，現在要鼓勵大家哈，買票進劇場去看戲哈。那大家講一下哈，加講解假比死講哦，7月初9到推中哦，哈，8月13到高雄，這個場地都好棒哦，而且你們還要在高雄衛武營呢。一個很棒的場地。對，而且那邊旁邊的腹地周邊也都很輕舒服、輕舒爽，哎呦，嘅感覺，哇，太棒了！了解加講解假比死講，不過講到亞出戲哈，加講嘅假比死講，哇，好浪漫的名稱哦。對對，加講有咖啡，現場又按有咖啡，不過帶酒的人不可以喝。重點。簡單跟大家講一下，亞係用一個故事。應該因為講，亞故事係做得講借由一個失智嘅老人去加工以失智。對。故說亞副卡人就會因為失智而帶來一些問題，產生一些問題。可能亞個媽嘢本來係事業女強人，亞拉也係懂想而去創業一個像是年輕人這樣。想要證明自己。阿副卡又係隻孫呢，阿孫呢又同加工親好。故說當外公失智家下。一閃閃然就會想講啊，唔聽佢有限，
跟你去调个皮架工后嘞。比如讲要做我们等下调过，我们那个学校有排练啊，妈妈们会讲调个牙一考一飞啊，儿子们会讲调个牙做嘛该做嘛该。可是就会借由一个这样失智的议题这样的问题，来重新来本要恢复卡跟眼重新连接在一起，然后去重新陪伴。比如讲，给孙呢，可能就因为要去排练他的夏季的演出啊，或开学的演出，就带点架工去排戏。好可爱哦！架工又因为失智，可能会唔记得乜该事情，可能会行唔出路，可能会在他们排练时间会出包啊，是会产生一些问题。不过唐一乐怎么会觉得应该这样讲？其实失智症是之争，爱用跟议题给台湾有青岛哎，不管是在青岛跟戏剧也好，小说啊，也黑舞台剧都有爱用跟议题。不过你们等于是重新诠释。我刚听到。感觉上好像会有一些蛮喜剧的剧情啊，应该刚刚有没有架构带着架工一舞台剧的演出这样的感觉 ？OK， 那先跟大家讲一下哈，因为你看到我们等一下会好好来了解一下陈翔跟少杰在里面的角色黑马给。不过你看这样的一部戏，我们先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卡司哦，对不对？因为刚刚都架工对不对？你看架工是架工是谁演？就是我们的樊光耀老师，太厉害了，贴张的，还有其他的，对不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就是也是我们的女神啊，剧场界女神范瑞君姐，对，她是演我们的女儿，就是你说的那个女强人，对不对？还有王静冠大冠。还有像李少杰跟我，对，还有吕明瑶。那吕明瑶就是饰演孙子的角色，就是那个年轻的。是。那你是饰演？我是饰演外婆。对。超龄演出。超龄。哎，观众朋友会知道讲演外婆，哎，没有啦，因为她还是有回忆的。年轻的是年轻黑长辈世界。我最不能接受的就会讲一个18岁的黑长女去演一个老庄，然后硬要演很大，对不对？像有时候戏剧会这样，对不对？啊，糟糕，不小心说出来。你讲俺意思一个不一样哈，等一下好好来聊一下。其实我们先讲一下，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卡司。对，我这个阵容实在是太坚强了，我好爱看樊光耀老师演戏，还有少杰跟陈翔，只要有你们。一定就是跟切对买票进场哦，对，一定要。可是事实上，我们在介绍这部戏，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一定要先讲一下。哦，这个是一个绘本的改编，对不对？哈，少杰要帮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你是先看到绘本嘛，对不对？我们其实是先拿到剧本，对，然后其实后来才看到绘本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在绘本里面有一些很单纯、很直接的描绘，然后也是这个马维新老师他自己很亲身的一些经验的故事，然后所以像这个绘本，那时候后来我们第一次首演的时候，拿到绘本的时候，我也是带回去给我姐姐的小孩读，然后他也是读得很开心，就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失智症这个东西，不过他给做老给解释啊，解释对，然后给讲也还马该中控，对，所以陈翔也是后来我再来去看这个绘本，因为我们一开始都会先拿到剧本，所以还没有拿到这个绘本。但是因为因为它这个绘本等于是这个剧本的源头，没错，对，所以我们就再去把它重新拿出来，对，我其实也没看过，我们刚刚来翻阅一下，其实真的是很容易阅读，然后又很有感觉。我觉得这就是绘本的能力跟绘本的功能。那亚翠一就会按用给绘本再去做改编，所以泰嘎看到给就会亚还一个架构给咖啡时光哈。不过在陈翔在里面刚好说到，对不对？因为其实你在里面其实是听说是你是分饰2角，故说我们有6个角色，好像不止，你不止2角，不止吗？咖啡师，还有那个同学。哦，就这样。对啊。哦，就这样。我们也一起是，我们也一起，对。你们刚那段是先排好的，没有，我们刚刚一起演的，对。有啦，他在里面还有负责音效啦，对，有啦，刚刚那个预告有看到，对，打脸的时候他要负责，那是另外一个角色。然后你迪度黑6个角色，对，迪度黑6个角色，其中一只黑咖啡厅里面的咖啡师，还有一只黑就是孙的同学这样子，对，阿亚2个角色，他们分别代表就比较像是
因为他们都不是这个家庭的人，都是外人，所以他们比较是一般人。面对失智症，在有突发状况的时候，可能会有的反应。OK， 然后一片会比较代表是比较温暖的反应，那一边就比较是冷漠的反应。像那个同学可能觉得说，哎，你很烦呢，你干嘛带你外公来啊？我们这样不能排戏呀。对啊，然后干嘛？然后当外公真的就是出事情发脾气的时候，就说，哎，我们就先这样了，拜，我就走了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的存在，就是他刚刚说的那个同学那个角色存在的面向，我觉得是很必要的。不然我们想到失智，可能就会觉得啊，你没事吧？你都没好，都还好吧？就是可是。失智其实带给周遭的人的动荡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戏里面其实平衡了很多这种地方，然后包含刚刚主持人说到，是不是有些好笑的点，其实也是我们刻意的去收集到很多失智症家庭其实会有一些在痛苦当中，可是延伸出来的一些可爱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最珍贵之处，因为最真实、最人性的面向，对不对？都在这里面看到不同的角度，我觉得去堆叠每个不同的关系，然后呈现出来的样子哈。乡亲朋友哈，其实了解故事非常介有意思咧。今日大家都分享了解故事，是希望大家做啲真心戏、剧场的看戏，还有嘛个精彩的故事，请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好好嚟讲。今日图你家乡亲朋友落去看戏哦，加讲介嘉宾时讲绕墙头地图感冉很轻松老少看来到节目地图老台高的少感，真是太棒了。其实失智症的议题大家都不陌生，可是就是你从什么样的构图去切入去看，然后去诠释，所以大家对这部戏真的会很期待。刚刚讲到陈翔蝶第一度给角色有2个，一个是咖啡师，那种感觉就比较是旁观者、第三者，然后态度可能是比较温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孙子，对同学，而且孙子的同学，而且你在里面的这个态度刚好是完全颠倒跟对立，什么？比较相反，比较代表就是一个人的2面这样子。对 ，OK， 好，你看这是陈翔哦，那少杰你第一度也是20角色，对不对？嘿，我们会演20角色，然后其中一个是年轻时候的外婆，哇哦，对，然后另外一个角色就是一样要跟陈翔演的那个 ABC 一起排练的，对，孙子的同学，然后孙子的同学有点爱慕我这样子，哇，对，然后我是不是有爱慕你啊？有吗？可以啊，你可以爱慕。好，你们的关系会有这个你们关系好乱哦，没有啦，对，所以外婆跟就是孙子的同学是对，这年纪差很多哎，对，但是因为一开始就是导演跟剧团那边说要演外婆的时候，我有想说，啊。好快哦，好快就老了。就是我说我的戏路好快就老了，但他们就是有强调说是年轻的时候，还有3个时间。对，就是有点像是他脑海中一直停留在，就是可能失智的人他们的记忆会错置，或者是可能也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组织，然后所以他对外婆的形象都一直停留在好像最美好，然后他们最初相识的那个时候，好浪漫哦。对，那第一安永给港狗就会架拱，他会回忆嘛，对不对？他回忆到那个时候在台上的呈现的时候，那个年轻的架婆就会出现，对不对？所以你演的是那个年轻的架婆，对不对？听说你揣摩这个角色有特别下功夫。应该是说，我觉得像我自己身体都是还蛮大，然后就是很粗里粗气的。可是那个年代的，我觉得某个年代的女性应该都还是有一个比较优雅。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导演就会希望我要参考一些，比如说画报啊，然后那样子是画报或者是那个年代的一些电影。对。然后后来我就说好 ，OK， 我做完功课了，我可以准备了。然后我做出一些动作的时候，然后导演说你还是让我看一下你做了什么功课好了，因为觉得有点落差，因为我做起来就是很像你歌伴唱带这样子，对，然后所以那这2个角色其实也是蛮不一样的，因为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很呛的傻妹，就是你讲什么他都听不懂，然后都是会觉得就是我说另外那个同学的角色就是这种，那可是外婆的角色却是要给外公很大的支持跟爱，所以这2个角色其实也是蛮
在2个蛮不一样的象限里面。对，我们刚刚讲到是外显，就是外表显现的状况，是因为那个年代，比如他可能比较优雅。我其实也不太知道那个年代应该要这么演绎，但你就大概有那个想象，所以其实你在里面会有一些你觉得你自己设计的一些动作跟姿势在里面。然后而且后来也是，我觉得重点其实除了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重点很重要，就是其实不是只是外显而已，而是他们之间是怎么相处的。然后其实外公会完全忘记很多细节，但他其实在故事里面，他其实。大家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需要被照护者，好像是一个弱者。但是透过外婆这个角色的存在，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就是一个企业，他甚至是一个企业家，他的从前的身份，所以是透过这些东西来建立起失智者不是弱者，他是一个人，他只是在某些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失能的状况，我觉得外婆这个角色其实在呼应的是这件事情。哇，真的很棒！你听你这样分享，有没有什么令你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或是桥段？其实因为只要是外婆出现的时候，都是外公可能。比如说某些他一想不起来某些事情，有点像是脑袋断片或什么的时候，就是他某些很无助的时候。可是外婆的出现，他就会说：“哎，那你可以摆个动作，我帮你拍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现在是用手机拍嘛，对。可是那个年代，可能一张照片、一个底片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没错。所以那个一瞬间就是永恒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都是我们这个剧情里面很精巧，而且我觉得也很动人的设计。对，非常多。我觉得听少姐这样的分享，其实你可以了解到这个故事很多的那个细节，对不对？那个细节跟那个细节带给别人对这个故事的感受跟深刻的程度，哇，这个听起来就是觉得。就凭着刚他那一段话，一定大家要买票进去剧场。我们想看一下他对于那个画报的学习，还有那个动作的设计。那当然很重要是在年代内心情感，我觉得很棒所以其实看起唐艺蕊这2个角色，反而是外婆这个角色对你来说，这次其实更深刻、更有挑战。我听这样分享还可以干过很安养你吗？但是因为我们3个人，就是我们刚刚说3个人，就是他要演假 ABC 或真 ABC， 不知道假 ABC， 然后我们要去排练，就孙子要带着外公去排练那边，我们会演 rap 版的《梁祝》。你跟。是你吗？我，然后还有民谣饰演的孙子，然后我们是要排 rap 版的《梁祝》，其实很荒谬，然后我们会穿水袖要排 rap 版的《梁祝》这样，然后因为外公其实也是，就是他其实也饱读诗书这样，所以他中间也会给一些建议说，这个好啊什么什么，所以其实很有趣，我觉得好好玩，对，是像是这样的东西。对，我们可能从口一次就让他弹够青斗很多遍，就是一直说陈翔是假 ABC，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为什么？我觉得这部戏你以后你一出来就大家好爱黑假 ABC 的演员，你就很空就好为什么？对，其实口一次没假 ABC 啊，假 ABC 是我赋予他的一个外形，对。可是呢，剧本拿到他宽度就会这样。同学，对，他跟他同后，他负责就是一个导演，没错。然后导演，对了，我有爱慕你啦，就是我要跟民谣扮演的那个外甥，就要在这个桥段里面，就是说，我觉得应该要怎么演，然后就故意的靠近他，然后他外甥他可能想要怎样去靠近他，想要再多一点戏份。可是它原本的结构就只有这样。是。那我想说，想要让这个角色再更有趣一点。对。那我想说，那我就把它弄得更死小孩一点。那死小孩一点，就觉得我们身边有哪一些那种感觉起来会有点讨人厌的人？我觉得假 ABC 蛮适合的。所以有一天排练的时候，我想说，那不然今天来试试看假 ABC 好了。想说我今天就来讲一个假 ABC 的口音，看看。怎么样？那不容易耶。对，结果排练的时候，好像还蛮受好评的。你真挺周对了，哇，你真的。当然他是就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我可能那时候会去听很多，就是真的 ABC 啊，比如说。我那时候就很常听 Miss Cole 的歌啊，然后一直听他讲话，然后听那些真的 ABC 讲话，对，然后去学他们口音。可是我其实也不用真的学得很像，因为毕竟我设定就是一个假 ABC， 所以就是他是一个破绽百出的人。对，然后也制造那些有趣的点。好可爱，请等一下。而且唐贡你叠迪路，因为你这样等于是演孙子的同学，对，演得很年轻，也算是超龄演出。超龄，对，超龄。对，然后听说里面还有一些。
些跑跳碰的，让你很喘，是不是？就是刚刚讲那个那段很喘，那个就是 rap 的梁祝，对 ，rap 版，嘻哈啊是嘻哈版，演完很累，是不是？然后还要做那个民谣教我的那些动作，街舞的动作。他说，因为我看给脚本给直接陈翔有分用，伊讲给周天沟后，他觉得好喘。对，他说：“下次可以不要叫我做那么多这么喘的动作。”真的，真的，你现在还有这种感觉？还是很喘呢，连民谣都觉得喘了。他第一次来，连年轻人都觉得喘。莫雷跟你要中枪，觉得连真正的年轻人都觉得喘了。真的，下次发一下他来看他在现场会撞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不过你看到唐泰嘎有分用泰嘎就底吼，这部戏被你们讲的好可爱，请等一下，因为泰嘎一般演糖豆按钮跟一体就会吃豆公鸡，它应该是一个蛮悲伤的。那当然有，可是我的感觉是，好像这是一个蛮温馨的喜剧。对我来说，感觉上是笑中带泪，是不是？你们整个的呈现是，其实这部戏让大家来看说，其实是一种笑中带泪的那样的一个风格。英国会讲，悲伤的故事，我们不要用悲伤的角度去讲，我们可能用一个比较善意、正面，或者是一个比较喜剧的态度去讲述它，会不让人觉得原来生活这么的沉重。是，对。然后其实这些方面，我们在面对真正那些失智老人的时候，我们生活上还是有很多的方法跟解法，可以去面对这些生活中的难题。对。所以戏剧里面比较多呈现的是这个部分。对。好，所以其实喜剧的角度。所以其实是讲乡亲朋友落去看戏，给世界指引，更是会看到我们说笑中带泪。我们常跟很多导演或是编剧讨论的时候，其实这才是最难的。对哈，就是你笑的时候，这边还可以含一滴泪，这样子，然后又觉得很可爱。等下谁聊吹戏，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不过，其实我们刚刚整个这样子分享下来，其实就会知道说，其实两位专业的这个表演工作者在进入这个角色剧情的时候，其实也是做的蛮多的功课。因为我刚刚听陈翔那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你看哦，你拿到 Captain 给世界，只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可他就赋予了他。怎么样的小孩他讨人厌，所以他就给他一个假 ABC 的诠释，所以这是每一个演员赋予。所以少姐，你这次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就你通常都是这样在做功课的嘛？你跟他应该不一样吧？我觉得我自己在准备角色的时候，比较没有一个所谓的 SOP。因为我会觉得，其实有时候我对角色的想法跟导演对角色的想法，也许会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我其实还蛮仰赖在排练场上，大家彼此就是觉得，我觉得你这边应该要怎么样？那我觉得这边怎么样？我觉得是建立在人跟人的沟通。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剧场或者是表演工作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透过了一个既定的文本，可是我们激荡出更多我们本来不理解的事情。就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讲到笑中带泪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也都会在排练过程中分享说，失智这个东西在每个人的家庭展现出来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有些人的失智他就是忘记了，有些人的失智是他性格批变，突然从很温和变成满口脏话，或很爱给钱，对，或者他会偷东西，或者怀疑别人偷东西。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可以参考进。虽然我不是演失智者这个角色，可是可以参考进去，说我们要怎么样在对应每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有的方向跟面向。我觉得这也是剧场很迷人的地方哈。所以来乡亲朋友哈，还有动精彩的故事，然后大家来讲聊，还你等下怎来讲。今日当番伊就在绕墙到扫 K， 然后新秀类的节目第一读，让大家来分享哇，图大家一看伊哦，假讲改假必须讲哈，哇，听他们分享分享到今天走地图，搞些很多趣味的事情哈，还有很多事情不能今天讲，讲完了就都听完了，所以剩下的剩下的绕墙你改用去没有？你是去看戏就错嘞哈。不过来到亚片台卡就底后，我们有一个单元叫做一起快问快答，那个意思呢就会谈到给题目的时间，嘎嘎讲。就是不能想很久这样子，然后这个题目公司才发，有时候我也是，他们也是因为怕我会先
就是有一些不准备，然后他们就现在才给我题目，对，那所以我们就先来进行亚洲的好。好，其实也还好，因为大家都会好像表现出很紧张，其实也还好，因为这是看每一个企划想要选择的题目，有时候是他们的私心，他们很想知道多私心，要买哪一只股票？好哦，这个我们先来一个比较冠冕堂皇的哈，因为两个人合作亚出戏嘛哈，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说出对方的一个优点，请回答。很照顾人。哦，是哦，很好相处。谢谢。你知道我刚才想说，哇，我怕陈翔要想很久，有没有？对，想很久，对。因为我曾经，因为我有一次我爹不哈给师姐好像被爸爸妈妈骂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哥说你们不要再骂伊犁了，他其实也有很多优点，想不出来。我说啊，其实还有好，没事没事。然后我就想说，那就是想很久，好，就是这样子，很简单嘛，哈，对，好哟。请问一下，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现在接下来你们有角色，好，两个都可以回答哦，是演很丑的好人，还是演很好看的坏人？很好看的坏人，很丑的好人。我想要知道可以多，可是我想要知道可以多丑啊，这样怎么样？这有一个先天的限制啊，因为好看是见仁见智嘛。然后我觉得自己很好看，别人不觉得啊，别人也不会选我。没有，我们国家他青岛跟天样敌度会扮丑，你敌嘛？扮丑比较容易啊，扮帅比较难吧？所以你刚是要演很，他是要演很帅的坏人，对，你 OK 啦。看起来他其实帅不帅还好，他其实想演坏人。对对对哈，这个我也很想问一下，所以你想要演很丑，我想说是要怎么样丑这样子？对，哎，我觉得好棒哦，这个好有趣哈。再来哈，如果说你们在演舞台剧的给时间哈，换场的时候衣服没有拉到，不是换场会很快吗？就舞监会在旁边 cue 我们上去的时候，发现这个拉链黑洞没有拉到，或是演的时候突然打嗝不小心收音被收到的，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比如拉链没拉到，转身拉起来再转回来就好了。我通常不会发现呢。对，等下就是到后台才会发现，对不对？那打嗝不小心被收音收到会就打，然后我会继续一直打下去，当做一个角色。你看，好专业，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你看它变成一个设计，对，哇，真的耶，陈翔，你真的反应好快哦，前辈。哎，这个题目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问。如果说，身为一个演员，我们俗气一点哈，我说爆红跟长红选一个。爆红跟长红，好，长红啦，长红好了，长红啦。对，这两个好可爱，长红好了，对。其实爆红也是可以长红，可是爆红也不错啊，爆红只要累一阵子，对，长红要累一辈子，对，长红爆红就累一阵子之后就可以退休了，就那2-3年，对，爆赚到就可以退休。对，以前爆红好。我长红啊，我长红，我客家人，我长红。好了，其实这个题目你硬要去讨论的话，其实辩论会是有 bug 的。我们够暗涌就是好玩啊，就是后告就后哎，说那选择爱情的时候是无止境的爱，还是数不完的钱？数不完的钱。好了，无止境的爱啦！你看，真的好可爱哟。好了，好，最后一题哈，这是小时候的梦想。我好像是修那个水电的，修那个插头的。我好像是博物馆员。哎，你们两个的梦想好特别哦。你知道我小时候梦想是护士，哎，是不是很普通？不会啊，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很会照顾人，然后你很好相处。博物馆员哦，这你看这世代落差，因为我那个年代不知道什么是博物馆，所以世代落差啊。好啦，我是 old school， 我是老一派的哈，好棒哦！哼出现在内心的一首歌，哼出现在内心的一首歌，哼出现在内心的一首歌，内心的一首歌。噔噔噔噔，这好难。噔噔噔，背景音乐，好棒，也是蛮好玩的。对，我们很喜欢进行这个单元，就会引为暗涌，你周周在看到大家有时候我们不知道陈翔的一面，像我们平常访问的时候，哪会问陈翔说什么无止境的爱，数不完的钱，还是你想不想要爆红？对啊，我已经过了爆红的年纪了啦。不会。哦，你人真好。哎，泰凯与宽豆毛这两个人的个性其实很一致哈，所以从他们的聊天就知道这个个性的一致性，哎，很棒哎，你们两个。我觉得你没有过爆红的年纪，哎 ，never know， 对不对？哈，从来都你就不要到最后就告诉我说，哦，爆红的时候跟我先说，哦，太累了，对不对？好，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从刚才泰嘎给回答，泰嘎就比如你想要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要紧接着追问，你刚刚说想要演坏人，这是不是你一直想演的角色？我的终极目标。为什么？真的假的？我青雄的夜呢，就会给在一个漂亮的办公室底度，对，然后他就是那个就是坏人集团的首脑，他就是一直出主意的，出一张嘴，然后就命令你怎样，然后或者他们就回报回来给我说，现在的那个计谋到达一个什么地步，就要开始思轴，就是说，那接下来该怎么办？所以是有智慧的那一种，有智慧，但是里面要骂人吗？都可以。要连珠炮的骂人跟打人吗？没有问题，打人就不必了，骂人就好了。因为我是不动手，不动手就是智慧那一种，但是可以骂人，因为就是这样感觉上一送快，有没有？好像很爽快的感觉。这是陈翔接下来很想演的角色。各位导演、编剧唐豆毛、陈翔也是，他现在一定要有办公室哦，很具体的要有办公室，很具体的要有办公室，很豪华。不要让我出去风吹雨淋，不要，就每天进就是办公室。他不是到那种下那种黑头车，然后要去打架那种，他不是，他是智取，然后要办公室很狠的那一种。我不下车的，一直在车里。你有什么最想演的角色？他是终极坏人，有吗？我每次都对于可以回答出来的人非常的羡慕，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锁定一个角色，说这个角色我很想要。那现阶段，就比如你很想诠释什么角色，因为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因为陈翔周一周青斗演的，其实你诠释过真的青斗摩天给狗谁，你心目中还是会有一种你知道那种内在能量想要爆发，你很想，我也蛮想演坏人的，因为我好想骂人哦，对不起，对，所以没有。对，因为很多人可能就会说是，比如说比较挑战性，比如说杀人犯啊、人格分裂啊，这些都是蛮容易会被回答到。但是我其实没有办法锁定在哪一个角色，可能是我还蛮花心的，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每个角色都有他很困难，或者是对我好像就，比如他刚刚讲那个角色，我会觉得说，好，那我也要把它列入我的清单。大哥的女人这种，好啊，对，这都可以。他没有，你讲什么他都好，你再讲一个。变性者，可以啊。男变女的变性者，所以你是反串在。我知道按有问候，你有没有角色你不想演？不想演好像比较难回答对，不想演会比较难回答。OK， 所以其实都想演。那我再问一个乘胜追击哈，因为影迷共识才发，我觉得舞台剧很迷人。像你们刚刚讲到拉链没拉怎么办啊？对不对？转过去，对不对？就拉起来。在就是说电视剧同舞台剧，你们会比较喜欢什么诠释？什么样的哪一部分？就是比如你比较喜欢舞台剧，还是比较喜欢电视剧？或是这中间对你来讲，大概魅力黑某强用给？我觉得魅力真的是不一样的。就像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要怎么样不 NG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上了台，其实就是戏就是一直进行。大家可能都听过 show must go on， 就是我们就是一直进行，不管出现什么样的东西，大家都是彼此 cover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舞台剧对我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在做角色的时候是一个很长的带状的东西，但拍摄的时候就是这一卡结束我就松掉一下，那等一下下一卡我们又再进来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进出的一个困难度，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魅力的不同，然后还有演员在进出的那个感受上是蛮不一样的，而且观众给的回馈很直接。对不对？狂鼓掌，然后喜欢，很直接的那个回馈，那个魅力也很大。对，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好啦，很难去讲说最喜欢什么，只能说他真的给你们的回馈跟魅力是不一样的。对，因为我相信陈翔在舞台上演戏也是很感受到观众那种直接的回馈，也是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他比较及时啦，然后他在现场给你的东西也会。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你现在有在掌控观众的呼吸，他们现在有跟着你一起呼吸，跟着你期待你接下来做什么事情，或者你刚刚做了什么事情，他们有什么反应。可是电视你在拍摄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有那些感觉回馈，你只能很专注在我要就是此刻我要 do 的那个 action 这样子。对，好哟，哇，我觉得这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最后1-2分钟，请你们两个谁愿意分享？谁愿意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曾经有过的这个舞台剧的 NG 经验？我很多
应该是说。我觉得舞台就是它，就像刚刚说，它就是一个没有停下来的一个东西，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些那个状况。我自己可以瞬间想到有2个，一个是在场上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道具，然后它是我在戏中的角色是已经穿越时空，完成了一切的遗憾，然后最后我要拿出那个神奇的门把，然后那个门把是会发亮的，所以它不能是任何一个门把，它必须就是要那个门把。但是反正我就没带上场。然后呢，它必须要发亮，然后最后灯就收，然后这个戏就很美好的结束。我就没有带到，然后是别人，就别人突然就是另外一个演员就突然加了一个拥抱的动作，因为他就加了一个拥抱的动作，就是这样抱我，然后把它放进我的口袋，放进了口袋，你就会一个甜食。对，他就对，像这种真的就是，然后你自己也不能被吓到，你要马上就做成是，啊，对，在这边。哦天哪！你竟然之类的，就是你要把它圆过去。哎，所以我会吃到真的舞台剧、舞台剧跟演真的就是硬底子功夫跟演哎，就是你看这个灵敏度，陈翔你有吗？我给你20秒分享一下。我人生一个最大的污点，就是在我研究所的毕业制作里面的学制。好，台北艺术大学学制，我落场，我没有上场。Oh my goodness！ 哦，真的。然后结束之后，我就去我的那个导演的那个办公室，老师那个主角办公室，跪在门口，然后我吓到一直哭这样。天哪！然后我的老师那个导演马老师他就说。陈翔，你怎么了？我刚以为你跌倒了，没关系，没事。那你有顺水推舟就演下去吗？没有，我就是还是吓哭，因为我以为他会斥责我一顿，结果他没有，他就很开心跟他朋友出去吃饭了。没事了这样。哇，真的，因为影片海迪陈翔黑对起噶就是。也可以亲爱惜羽毛，而且他是对自己亲严谨跟严。对我来讲，因为跟陈翔有一些零碎的合作，感觉到过去他每次来都是尊皮后。而且我必须要说明我那个。俺妹黑爱惜羽毛，你讲俺羽毛不会跌退，俺妹没办法。我那个最大污点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在看剧本，我在看我接下来导演给过我的笔记，我要怎么修正。结果看到人家旁边的演员说，看那个 Moni 的说，哎，李承翔这一场是不是有你？我说。手都奔跑，这真的会吓出一身冷汗。你看，你虽然没有去，不过你因为在做功课，对不对？哦，太棒了！今日真的请粉一周的，哇，有2位来到这边同大家来分享。最后同大家来讲，哎，我们真的哈绕墙大家来看去，加工给嘉宾时讲，请的触球触实，等的实上，都推动到故乡哈，大家来卖票。今日真的请粉一，你们2个来到这边好开心哦！还讲下一拜有按用给。这个资讯好不好？再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真的哈。好，感谢亮嫂，好，感谢主持人，嘿，跟所有嘅乡亲朋友听听下来咧，绕墙你嘅乡亲朋友听下来做认同了。中戲福喜來呢屆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來呢屆面書傾站，喺度體驗啲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讓呢個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